啦，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是改变着大家生活习惯，嘛来触发着上新的技术。这个台中市即摆推出着公车零接触落车铃仔的 App。若要落车，只要操作这个 App， 公车的落车铃仔就会来响。除了会当避免着疫情期间重复来忘这个落车铃之外，嘛唔免伫咧公车行进悠闲的同时，起身来移这个铃仔，减少危险。现在下公车不必再按传统的下车铃，只要按下 App 手上的铃铛，下车铃就会自动的响起。即马透过手机的 App 地当市落车铃，唔免伫咧公车顶人挤人真危险的情形去市落车铃。我们可以在按了以后再慢慢的走下车，因为其实手上如果提太多东西的话，这样会摇摇晃晃的，还蛮危险的。还蛮方便的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不用碰到不知道谁碰过的东西。免市落车铃，伫咧疫情这段时间，较袂去吸到伤侪细菌。不过，若是有人挑工黑白市免怎？我说民众如果连续使用2次以上，他必须要等待30分钟，或者是换车才能继续使用。透过哪个操作，袂去泄露个人资料，落车铃嘛袂因为一直喷酒精消毒害去。因为它必须要去喷酒精那一些，那我们这些实体按键可能会比较容易损坏。那我们刚好也解决它这方面的问题，这样子。41路、58路跟201路这3路的公车路线上面有装这零接触的下车铃，那总共目前第一阶段先装了80台。未来这套系统有机会推广到外县市的公车，已经改变咱的生活惯习，嘛，互生活科技变更加便利。